思念裏的白羊女孩，作者米奧。茶檔女孩。食咩？一個女孩嘅身影行近，聲音冰冷到唔帶一絲感情。太陽剛剛回歸北半球，氣溫竟然已經喺30度附近徘徊。室外天氣雖然熱，但總好過困喺3道牆一扇門嘅密室入面。所以午飯時間未到，我就偷偷走咗出街，決心暫時逃離石屎森林。所以專揀啲人少嘅地方走。行過一排車房，見到一部名貴汽車被肢解，4道門擘開晒，好似舉手投降咁。座椅被拆出嚟，放喺行人路上，機器零件散落一地，可以砌得返原狀嗎？我心諗。忽然車底滑出一個成身油漬嘅人，嚇到我即刻離開。穿過幾條殘舊嘅小巷，嚟到工廠大廈後街，行人道旁邊竟然種咗一排10幾棵木棉樹，長長嘅樹丫托住幾束綠葉，由樹身高處向橫伸出，好似將陌生人迎入桃花源咁。心情放鬆落嚟，沿路慢慢行，個肚突然間又咚咚咚咁響起來。喺街市大樓嘅熟食檔揾咗個可以俯瞰樓下嘅位置。大樓好舊，屋頂有好多個立體三角茶色天窗，透住薄薄嘅光線。人群喺樓下出出入入，喧鬧聲喺廣闊嘅空間入面回盪，但係又唔覺得煩擾，反而有啲親切感。隔離台有個小女孩用力搖手中個糖果罐，叮當叮當咁聲。伙計逗嚇佢笑，苦中作樂。食咩？一個女孩身影行近，把聲冰冷得唔帶一絲感情。我有少少嬲，頭都唔抬起，指住模糊嘅餐牌，生硬咁讀出嚟：餐蛋飯、凍奶茶。嗰個人轉身走開，我先至斜眼瞄嚇佢。圍裙帶喺背後結咗個軟巴巴、飛唔起嘅蝴蝶，裹住嘅係一個身形苗條嘅女仔。當佢急步走返櫃台嗰陣，另一台大叔叫咗聲唔該，佢淨係由喉嚨發出一聲嚟回應。大排檔一條石柱上面貼咗張粉紅色嘅紙條，上面印住慘淡經營幾個字。難怪。女孩向廚房交代咗幾句，又忙住將熱辣辣非黑色嘅茶倒落方形嘅爐入面，然後由機器頂攞出一個布網，純熟咁敲打。女孩子年紀約莫16、17歲，手腳敏捷到好似隻貓咁，但面容就非常冷漠。額頭上面嘅汗水將幾條髮絲黏成一塊，腦後紮住嘅馬尾同佢一樣忙到團團轉。轉眼間，飯同飲品已經送到我面前，女孩跟住先至去應付已經有啲唔耐煩嘅大叔。大排檔牆上面掛住一個巨大嘅鐘，白色鐘面上面簡簡單單有幾個數字同2支指針。大鐘冇發出滴答聲，亦冇人理佢到底有冇盡過責。但而家黑色短針正正指住2字。女仔一邊將收咗客人嘅錢塞入櫃桶，一邊向廚房大聲嗌咗句，然後好快咁除低圍裙，跑向樓下。隔咗一陣，廚房衝出一個人，向住女仔消失嘅方向大聲喝罵。我心諗呢場鬧劇日日都會上演幾次，然後笑住將飯菜處理完，俾錢就走。順住嚟嘅路線行返去，行到嗰排車房嘅位置時，我特登走去對面嘅行人路避開。
突然間聽到一陣響亮嘅笑聲。咦，係頭先嗰個女仔？佢而家坐喺車房前面嗰張由車上拆落嚟嘅豪華座椅上面，笑吟吟咁望住個男仔整車，就係頭先嗰個由車底滑出嚟嚇到我跳起嘅烏黑男人。呢個時候，青春動力灌翻晒入女孩嘅身體，佢嘅眉目五官好似活起嚟，把聲換上充滿喜樂嘅調子，好似一隻青春初發嘅花貓。嗰個男仔好鬼馬咁攞住條污糟毛巾作勢捽佢塊面，女孩隨手拎起地上嘅鋼管還擊，然後兩人又爆出一陣哄笑。原來呢度先係佢嘅桃花源。我心裏面一陣失落，低頭匆匆行過。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自己嘅桃花源，我嘅桃花源喺邊？趕返公司嘅路上，天空開始飄住疏落嘅棉絮。